我刚才明明赢了。原来少君约我在此处见面，就是为了让人看我笑话的。不是的，阿姐，没看着我刚才打的火不火？火。哎，那便好。听不出来我在给你台阶下啊？楚楚天之骄女，被你搞得这么狼狈，回去多难受啊！既然是切磋，那如果我退让的话，那就是对二郡主的不尊重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我要是不出来拦着你，还要往死里打了？既然是切磋，那当然是点到为止，不会出人命的。况且她是你姐姐，我明白了，你是在怪我下手。怪我？怪我给了你这个一根筋的人设。你这种人啊，基本上是告别偶像剧。不是告别什么？少城主，哎呀，等等我！哎，少君，我们还原成有句话：冰清玉洁，守身自爱，是男人最好的嫁妆。往后行事还请谨慎些，恪守夫德，少惹三公主生气吧。哎，少君素质迎客什么意思？可能是说，芊芊误会我与二郡主私会。看来我带她来剿匪，果然是明智之举啊！她竟为我心生醋意。启禀少城主，山匪打过来了！打过来了！跑！哎，这，哎呀！圣贤少城主，霸占陈芊芊！圣贤少城主，霸占陈芊芊！圣贤少城主，霸占陈芊芊！这怎么办啊？三公主，你快逃啊！小人会掩护您的，快走！哎呀，我别！三公主，快逃！哎呀！三公主，哎！闭嘴吧你啊！三公主，你快跑！三公主！你没事吧？快去帮楚楚！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不管？你先不要管我，你好不容易跟楚楚在陷阱里处了一夜，你赶快去帮他！你怎么知道我们困在陷阱？他说你有没有事啊？子睿，你疼不疼啊？现在先躲起来。啊！是，他说快去！你疼不疼啊？快去！他说。